刷门，还有一门色，哇，高级很色，哇，你房间呐，哇，你门色，刷汤加冷水色，高汤色，还有哇，刷汤，哇，刷满，刷汤，刷满，一门色，对不？人讲吼，开一片门，哦又搁开一世汤。哦，哇！你今日讲出这有道理的话呢，吼。对啊。就是我感觉吼，若是倒去厝的，咱若是将门吼关起来，就会使变两个世界。啊，讲迄个时阵吼，你若窗仔门吼，有时阵迄日头若照入来，哇！你的人生就会看到无共款的希望啊。哇，你遮尔够食哦！我今仔日毋是要来研究迄门汤的艺术。哎，对啊，我甲你讲，我今日敲规工吼，我即个朋友拄好啊有食起来啊。是啊。伊算讲是一个门汤的专家啦。咱若是找伊吼，绝对会使研究出一个美学。哦，啊，无你遮尔够食，无你带我去找伊啊。好，啊，伊有食起来啊啦，嘿。哎呦，詹爸哦，哎呦，你好，你好平安哦。哎，生意做足大，你敲一工拢无爱食。无啦，就规工拢伫外口无用啊，即摆才有转来啊。我甲你讲，詹爸 case 足多哦，伊啦。就是詹爸。啊，对，詹爸啊，这是卡洛。哎，卡洛你好。咱詹爸就厉害，伊是专门在修理沙汤的咯。较早迄修理沙汤、对换玻璃迄我修理沙门、换嘿玻璃对。诶，其实安尼足方便的咧。嘿啊较早若是要换这个，我家己去买材料啊，对啊，甲买这家己去换。哎呀，即摆你若熟悉詹爸，伊就一通电话就帮你服务啊。诶，其实咱这吼沙汤对咱厝的来讲是足重要的，对无？其实这个沙汤啊、沙门，伊不只讲咧防蚊虫尔，伊嘛会使像咱若讲咱的沙门，若开的方向若对，其实会使带来咱足侪个财气的。哎，啊是倒一个方向爱开？伊大部分人拢讲是两边，两边是倒边还是正边？就倒边啊，嘿，倒边咧开倒边。倒边是梁，啊正边是好。好。嘿。哦，对，若讲若开来对，咱内底的财气啊，搁迄空气会较流通。哇，安尼你看咱詹爸除了沙汤知影，嘛知放影。风水。对啊，佮知影命理呢。拄好嘛去人客因兜修理啦，我嘛有经过一个宫庙，啊伊嘛是拄咧去，啊嘛有看宫庙内底咧画迄神像。即嘛，佮有真是咧画门吗？嘿，对。哦，我等下互你地址，啊因为即摆嘛天暗嘛，你明仔才去找伊。好啊，安尼詹爸，阮就先来啊，阮等去准备者。啊你毋是讲要来甲我斗相共？有吗？我有甲你讲会到有啊，来，还袂用好诶。哦，是啊。哦。哎，弟妹，哎，昨迄詹爸讲的所在，敢是咧遮？啊，是啊，有我地址就是这。毋过遮啥物拢无呢？是我有找唔到吗？奇怪。遐有一间厝啦。哎，就是这间啊，拄来去啊。对啊，我来去看卖。你去内底看卖一下。哇，哎，卡路你看，这根本就拢还袂起好呢。迄涂骹拢还袂用好。对啊。哇，遐有人咧画图啦有。一个老师在画门啊。哎，哇，哇，这大尊呢。老师你好。安怎称呼？我小姓姓哦黄，我叫文成，文文章的文，诚心诚意的诚。哇，孟欣老师你好。哎，你好，老师，啊，你即摆咧画啥物？我咧甲神庙画门神嘞。哎，门神的过程中，就是真仔来到这个灰面化面这个程度，哎，这个阶段，所以我真仔要来甲面画起来了，要甲画白白的画喙鬚。哦，老师是咧专业咧画门神的啦。嘿，是，莫怪哦拢咧做寺庙彩画。老师，参像咱的门神拢是一对一对，啊，你讲这位是东这调的？位是东调的大将军、大元帅，叫金强、金强。秦强，嘿，啊嘛有人叫伊是迄种秦叔宝，
金属宝。伊的伙伴就是乌面的，哦人讲老乌的，我看一下，哦，做面就这种，做哇，郁地姜，这等下伊嘛会佫开面出来安尼，啊，若是我想要保平安，啊，阮兜嘛会使画吗？会使哩啊，会使哩啊。一般是咱咧门拢无遮大片嘛，就拢摕一个安尼小小的安尼搭咧安尼，真正有个方便性。一个意义就对了。一般厝内拢是搭像偏边门安尼加官进禄，就是他是朝官，他是当朝的那个朝官文官呐，他手上就会端着捧迄个官帽，就是升官发财嘛吼。捧禄啊，就是代表迄个福禄寿的禄。加关这边偏僻遮就是天花进爵，拢是较上升的艺术啦。爵的爵杯，徽就是代表嘛是升官的艺术。是。老师，我看这两位门神摕这个物件拢无共款的，是差在倒位？系啊，伊金属宝刻这是金钟眼，金钟眼。啊，郁地姜伊刻这是90金边。90金边哦。文心老师，你画这门神偌久啊？时间？那做这个作品安尼，拢爱3幅，拢爱5外画以上。想哪讲你一个门爱画1个月画到遮久啊？哦，你看伊的工，伊自这个门板的安装啦，开始来批石啊、地藏处理，就是伊日久，伊免惊讲差的笔。所以伊爱批石啊，石啊批好，防止伊笔嘛，伊掠就是开始批涂、拍底，打稿，就安尼钉塔安尼，你看，遮侪色水，这有大金马啦，金马，这纯金的，是正金啊，正金，真的金马哦，对金马街你行，打好就搁开这篮啦，线抓啦，做光暗影。因为我家己嘛是学迄个艺术的，我头拄行入来，我感觉就感动。对，拢要哭啊。对，用画甲用带，真正。它就像熬鸡汤一样，就安尼就是安尼炖安尼，安尼萃取啦。对。这拢爱时间性啦。哇！阿妈你好。阿妈你好。阿妈今年几岁啊？要到啊98岁啊！ 98要到啊！哎呦，我惊到我心灵一下凉的。阮家己来哦，哈。阮家己来哦。阮家己摕哦。对啊。哦，阿伯啊，啊你无咧歇昼哟？今日无咧困啊，伊在做生理啦。哦，啊今日有游客来，安尼翕相哦。你好。你是住遮附近的哦？我是庄的船长。哦，船长。船长遮少年哦。我是地陪，也是卡路啦。好。阮两个想讲要来遮找看卖迄种窗仔门的艺术啦。哦，迄个提花窗。嘿啊。我若提花窗就是阮五北村的。拄好甲阮要找共款。同款，头我咧外口嘛有看到。哦，铁窗。对，外口遮就有2面铁窗啊。哇，船长，恁遮厝真足有古早味的。哇，这是这种哇茶青的呢。我咧台北拢无看过呢。而且这茶是用折笋的。折笋的，这是咱上原始的塔门就是这种。这咧，阮阿公阿妈那年代就是用这个塔门用茶，但是这茶较精致哦，咱看起来，那有较古董的迄落。迄顶悬是毋是有迄雕刻？雕刻。这有雕刻，但是古来伊这纹路嘛是要较好啊。伊这拢咱较早的茶拢是迄个檜榔器啊，所以伊的茶会较冻较久，较用。无怪你，拢是恁迄个阿嬷阿公迄个时代，真正就有气氛呢。真水。对啊，这种茶头的，含咧看。那敢若无共呢？对啊，甲咱迄行个茶坑也无共。啊，这都铁的嘛。这铁啊，这个咱的年代较食看。这甲阮较晚啦。这阮较晚。哦，这拢用西山啊，你看。毋过我感觉这西山吼，经过迄时间的变化，嘛是足水的。因为你逐一面拢无共款啊。对。一个艺术的感觉。迄日头甲照落，嘛是足水的。哇！船长，嘿，这就是咱头拄在柑仔店看的迄窗啊。对，这就是即摆上有艺术的提花窗。我感觉这无共呢，这是铁的那呢，你有发觉吗？是哦。我头拄摸，伊是钉的呢。
啊，是写同款啦，但是这内底迄设个计甲材质对都对，因为这汤啊吼，拢有伊的艺术咯，啊，搁有伊的故事在咧。千岁行尸团吼，你甲看，先来号这个名吼，因为阮庙的较早有送干丁，啊，你较早的人吼，伊咧举这旗甲人狮头，就是拢50、60、70岁了，啊，你一组组咧20个，啊，你加起来做1000岁，这叫千岁行尸团。哦，啊，就甲做一个狮头。吼，你甲呈现出来讲，意思咱庙的较早吼，这个文定吼真出名。船长啊，是安怎咱这砖头这糖啊，拢做甲较有艺术感啊？因为咱砖头啊，本地是拢务农的啦，吼，咱是讲借着这件的机会吼，啊，咱的艺术家吼，甲结合，啊，要甲咱的砖头吼，甲带动，看会变观光的迄落，吼，啊，所以才设计这个铁汤出来安尼，啊，等于是即马进产的人较少啦，对但是搁爱发展咱的观光。观光啊，甲咱吼，你若游客来，咱的农产品才甲推广出去，吼，这铁汤安尼甲带动。而且我看这，我嘛会使了解遮的故事，对无？船长，有这公园啊，足清幽的呢。嘿啊，这咱够花啦！来，300后花。哦，差一这个。咱庙后一个毛毛虫基地的公园吼，哦，这是一个毛毛虫基地哦。嘿。啊，迄铁汤咧倒位？对啊，哎，这是一个足特别的铁汤，这敢若好天吼才有看，啊，搁拄啊日头要落山吼才有看。哦，你有看？是迄个吗？呀啦！对着小雨燕去旅行。啊，小雨燕是啥？小雨燕吼，阮庄头有一个水塔吼，啊，水塔下骹遐有带着咱的小雨燕，啊，所以吼，就是用这个小雨燕的庄头安尼飞来飞去吼，才号这个名。有够水的名呢。等于讲咱这个砖头足侪种影的啦。对，小雨燕啊，咱大拄啊拢无注意甲看，咱这有迄个白铁啊的影的造型哦。哦。这就是咧甲咱指引讲咱安怎行。哦。嘿，安来阮的砖头吼，啊安怎行，啊对着这白铁啊，诶影落去行安尼方向。阮就会甲这影仔共款知影方向，要安怎设恁的这砖头啊，啊。搁有咱壁到遐一只迄个马赛克的小鱼燕吼，喺阮砖头内底吼，哇，这够钱。有10只。哎，恁遮这砖头全部拢艺术品呢。嘿。船长，你遮这个砖仔头吼，设计阮的风景拢完全拢无共款。嘿，即马这条吼，哦，有够直的呢，行起来有够舒服的。这条吼就是咱的铁汤吼，为现代甲咱的年代吼，啊甲上新的艺术汤吼，这条吼拢有呈现出来。嘿，这茶坑。这我知，这我较早做兵的时候拢是用这种的，嘿较眷村的感觉。对，正村的拢茶坑啊，纱窗。这跟他土豆啦。对，这土豆对。啊，这稻啊，对无？哎，这底外这插秧。哎，啊来，你插秧啊。这嘛是吗？无你甲看导游，你甲摇看会出来。这是。诶，就有一人咧插秧啊，水蜜桃哦。有成啦，但是毋是水蜜桃，因为这是阮这的在地农产品哦，迄番薯叶啊。哦，番薯叶哦，定定咧食的啦。对嘿，啦。番薯叶、土豆啊、水稻。这番薯本人啦。嘿，这番薯。这三面吼，就是拢咱口后乡的特产，啊，搁有一面就是阮五北村的农产品安尼。这嘛足水的。这就咱民国初70几年的年代。哦，咱拢做安尼。嘿，你看较70、早80这年代的拢用这铁啊咯。这铁啊，要用这个翕嘛，就搞工的呢。啊，来你来看咱对面吼，咱对面这因为有地藏下陷啊吼。是红砖啊做的嘛？这。遐是用砖啊做，啊，这是尾这个管伊有伊五零固啊吼，啊用这管来甲支撑掉。这算讲是我头一摆看到卡路生才悬的时阵，这厝内安尼啊？因为咱这地藏下陷严重，哦，较早咱这农业时代拢有迄个粗地下水。哦，难怪哦。哦，你来看咱关顶这个只马赛克冰川的小鱼燕。对啊，啊伊就等咧休困了。无，伊咧做瑜伽。做瑜伽？啊，咱10只马赛克冰川的小鱼燕，敢若这只有名尔。是爱叫哦。啥啥名？因为咱就是燕子嘛，啊，迄瑜伽老师最有名的韩国迄郑多燕，对这只叫做郑多燕。郑多燕啊，啊，我做下瑜伽节，瑜伽节，郑多燕，哎，就幽默的呢，这艺术家吼。啊，咱看遮济面的提花川吼，咱有上尾一面吼，上有精神的是迄面啊，我传你来看嘛。我未看了，嘿，这要不然哦。搁一面。这边啊，这厝嘛就水的。哎，这红砖砖啊，迄啊，落。唔，啊，你船长唔是讲要带我去看咧铁桶的精嘿，神的？咧遮，这边吼是咱13面吼，
上有精神的一面铁汤。小蛋兄，你讲铁汤啊，铁汤那会黏在壁顶款？哦，因为本地这号是我若要倒伊的汤门啦，啊，因为伊有用新的拄做好尔，所以毋甘讲甲伊新的刻落，所以嘛是讲袂使甲刻走，一定要用迄只。啊，因为这边就是咧讲这号的故事。啊，巴蒂你甲摇看卖，看伊关顶迄条是啥物的图案？伊只伊吼管顶的应该是日头啊喺，落山对无？无，迄毋是落山。啊，毋是吗？这有一个日头啊，啊，对，迄日头对，嘿。啊，即马嘛是啊，跟后面拄好同款日头啊。无共，因为咱迄边是海，迄毋是山。伊下骹是啥物山？你搁摇者？盐山。哦，对，盐山对。哦，盐山有够巧的。因为迄支是盐白啊。啊，对啦对啦。啊，是安怎伊会甲用盐山甲盐白啊？因为即号即个暗吼，伊就是为咱北门遐过来。哦。啊，伊较早就是有去做过即个杀盐推盐。嗯。哈哈哈。其实咱迄个13面吼，诶，铁汤吼，伊拢有手。哦，你若倒毋知做来看，拢有一双手。拢有手在内底哦。嘿嘿，迄就是一个传承，吼，一代接一代。哇，这真正真少看，你才有法度看到这双手呢。哦，阮今日看遮济门窗啊，嗯。啊，拄开始的时阵，我想讲，阮要来看迄门窗的艺术，我小可无啥信心。对啦，就是讲门窗有啥物？对，因为平常时阮看的拢是一个形尔。平常时啊门窗吼，咱常常看到，但是吼行过就无去啊。对啊。但是有时阵生活当中，真正爱甲骹步放好慢吼，你才有法度去欣赏咱的身躯边的物件。真正好看嘞！等我一个啦。哇！弟，迄就水的呢。对啊，甲你同款水呢。你甲我翕相，你看一下。好，这就是你的来目的吼。见。我帮你翕相啦。一人三四。我甲这花汤像较水。一人三四惊到无代志。斗阵翕啦。一人三。哇！这花汤有够水的呢。对啊，我今仔来遮吼，就是要来找这做花汤的老师。啊？即马够找到这种老师吗？这看起来就有年代感。当然哦，你来找看卖，你甲看一下。哎呦，老师你好，老弟来甲老师看一下。老师在这等我啦。对啊。好啦，今日好等。哇，老师。你好。哎呦，拍摄你伫遐坐遮久喂，我甲你介绍，这是阮朋友，你好，我第八。啊，这是阮国宝级的陈老师啦。老师你好。你好。国宝的手，摸到。啊，这花汤就是老师做的。哦，老师，这有你的作品哦。是。哇，这足困难的呢，这敢是一片茶头呢，一空的挖出来。无，这阮的做法是日本做法，咱中国的做法是雕刻的，阮的做法是甲茶片吼拍折、拍凹槽，再个一片一片去做起来，所以形阮先做一形，做起来伊就会各种形拢会变出来。这个就是咱古钱的，你有看？古钱啦。阮拢解释后这钱加钱，钱念钱。财源滚滚来。原来唔拿水够有意义呢。我唔知亚准讲是花呢，结果是钱的意思。古钱，这片头20年前做的啦。20年前做的啦，阮已经做头40-50年去了。但是一开始这个技术是为日本传入来的是吗？嘛是一部分，一部分是阮爸家己学的，安尼啊。我袂记甲你介绍啦，老师的爸爸嘛是咧做花汤，老师是第2代的国宝啊。是哦。对。安尼传承落来，唔知60-70年啊吼。真久了。哇！够济种的呢！哇，就水的呢！一粒啊，譬如迄茶头内面嘛，足香的呢。哇，就
侪物件呢。这种老师你做的手工哦，哎呀，这种花汤去啊改编哦做法，啊用啊就无同的所在。所以其实放安尼嘛是一个汤啊。啊，嘛会使，嘛是一个概念啦当做是一个艺术品啊，啊嘛是实用品拢会使。老师这是看放卫生纸的嘛。哦，这看卫星纸的啦。哇，老师你真创意足多呢。对啊，阮就是要生活化，大家讲啊花汤是啥物物件？啊花汤，阮就是要了解讲，花汤就是你嘛生活中嘛用会着的，啊阮就设计去，安尼啊。我有看到这组，我看我目睭花花呢。这嘛是花汤吗？加啦，加粗粗有无？你有看到无？这组是有故事的，这组吼，恁看呢，差不多2万支茶，一支去念起来，2万支茶去念起来，嘿，啊一支去念的。20多年前吼，一个日本的人有别庄，啊伊要做一批用的合适的，迄问汤大片的4片，啊就是讲去问阮以前捌做过客户，啊伊讲，日本都找无人通做，啊台湾有法度，啊有人讲，台湾有一个人有法度做。伊就传真一张这纸来20年前的传真纸，传真这纸来，啊，阮爸就是看到这张纸，就我甲做出来。迄种粗角正角的角度，啊，迄个粗度是富士山。哦，你讲正对无？日本的含义哦，这富士山。哦，你有看到哦？嘿，啊，我甲做出来。啊，这一支的茶，阮落讲讲说鸡鸭豆，就是一支的茶，鸡鸭豆，鸡鸭豆。啊，一支的茶，啊，拍做拍空了，啊去夹起来，啊一个去接起来。啊，日本人看到讲，那做安尼水，坐火轮机吼，过来甲阮爸搭写，嘿，啊，阮食两片是阮爸，甲把水佫加做落来。老师，我看迄边啊，甲这敢若无共诶，迄顶悬就一个花样诶呢。啊，这花样代表啥物意思啊？这是哈日本传统的因的花草，哦。所以你观顶遐做龟壳，龟壳哦，然后你有看有形无？龟甲、龟壳，嘿，灯火烧啦。对，啊，这有这个，那阮咧讲有这青，青，中啊，迄是日头吗？会用安尼讲的，用阳光吼日头，哎呀，啊，这是三角，阮有做讲有这肉粽，对，三角肉粽，啊，这个有做麻叶，上边这麻叶，所以阮是等于足侪项的花草甲接起来。啊，设计师去设计伊的位置，啊，甲做出来。哇，老师，我之前有看一个展览，迄展览内底有一个圆圆的花汤，啊，敢若是恁爸爸的作品对无？是，迄就是一只文组就一只，这是吼外口是14顶茶，一支茶接的吼，一支茶去接起来，啊，一轮了打了第二轮，再个了第3轮。14轮接起来，中途拢爱真注意，袂使去停的。伊箍啊打去就是一个角度，你就无法度看遐尼水咯。所以爱足专心的。啊，阮做这做，阮爸的由来就是金门一做门汤，就是这个图。啊，伊吼海去咯，啊找无人海做。啊，伊迄阵摕来原始的物件是雕刻的。啊，阮爸是用想办法，阮是做鸡鸭刀的。所以，阮毋是雕刻路的，所以阮爸就甲做鸡鸭豆做法。阮就爱甲一支茶，遐尼高的茶，啊拍做，经过6阶，甲拍出这形出来。哇！啊，再互相接起来，啊了再个一个元宝甲入无。因为这是拢用组合的啦。对，啊，阮再先拍形了再组合。上古早阮爸咧做上是一支茶吼，破开咱台湾机也袂准。就喺用水浸无淡，茶浸无淡，啊淡啊定咧，啊甲饲掉咧，啊再敲刀一敲到你买厚度，过来进步了有机械，有机械了，阮个进日本的机械就准咯，啊就是安尼了，阮就开始有法度速度较紧来做出来。所以日本的机械在你家吗？对，啊，嘿，日本哦的机械哦有够赞的。30年免保养，啊，个到这嘛个准。我即摆吼操作互恁看。小等下，老师，你讲这台机器就敢若是要甲你破一片，啊厉害在倒位？我这破了，伊的准就是伊破做8支，逐支拢正准。
误差袂超过一张大日的薄纸。哇，哎，你讲这就薄的呢。那有可我唔相信呢。嘿啊，我睇互大家都恁会赶，快我来操作互恁看。阮看了吼，阮就爱安尼比，你望看吗？平平平呢。哎，拢看袂出来呢。嗯，这就敢若迄电脑用迄复制贴上感觉吼，哎，真的，你看我手安尼，拢白的呢，足麻的呢。摸袂出来，摸袂出来有线来底。嗯，哎，老师，嘿，阮今仔看你规工的作品，嘿感觉足水的。我对这嘛做花汤嘛足有兴趣，你有咧甲人教无？哦，阮有甲这吼大片的花汤吼，甲做细片的，爱来互大家吼会使了解花汤按怎做。嘿啊，阮今仔日嘛有机会甲你学吗？有，我带恁来做看卖咧。耶！咱要来学做鸡鸭豆呢。学做鸡仔豆，大家变国宝，耶！哎，老师，啊，这边安怎变成材料啊？哦，这物件吼，这茶吼，阮若做鸡鸭肚的时候吼，就是爱先甲切做细块啊，逐种寸尺拢有。先甲分就好嘿了。嘿，细块啊形拢甲做出来。是哦。啊，了再搁剩安尼拍沼泽。啊，这有你做好的啊。对，啊，这个拍沼泽，哦，拍沼泽了再甲做起来，啊，你来做看卖咧。我来做看卖。嘿嘿，老师，你讲有一个讲法，就是恁这个工就是肉甲连狗遐拢无都走入去的无？无加香，嘿，无狗遐香。无加香。像这豆啊，这花油啊，敢有分咧好野人甲一般人，迄豆敢若无共。阮咧做日本的花汤，伊有分啦，有诶较简单的吼，就是敢若粗直，简单的粗直安尼啊。啊，较用的贵族的吼，伊要甲弄个足水的，就是像阮后摆这把豆安尼弄啊，诚水的。好。哦，啊，放伫内底，这相差足多的，所以阮也有做简单型的，也有做复杂型的。这吼，这就是阮上早的时候，差不多30-40年前，伊咧做，开始咧做，阮就是甲引入来台湾。啊，这就是冷气机还未开始的。咱门馆顶你也看古厝拢有，馆顶有一个这。有啦，这阮较早阿嬷因兜嘛是这种。古厝拢有。古厝拢是这种。哦，咱两个互伊对称，按照较袂歹看啊，安尼。真正无芳呢，你看。对啊，无狗遐芳。老师，这是你设计的哦。嘿啊，嘿啊，啊，阮就是要互人讲安怎了解吼花汤是安怎做的，所以阮才设计这，互学校学生来做花汤。哦，花汤是安尼啊，啊，做了讲咩来互有食量，会使用喺生活当中啦。即马吼，一寡囡仔拢咧耍手机啊啦。若是甲这耍手机啊时间吼，摕来用这花汤吼，其实会使训练囡仔的迄个专心。较专心。互伊去上者哦。哇，你看啦，我做就紧呢。哎呦喂是吧，我连一半都还未开始呢。老师安尼对吗？对，水。哇你快等我3点钟，等我我。差不多10分钟就做好。我这复杂的你别考屁。老师，因为我头拄来你办公室内底啊，看到足侪物件的，有地盘啊，啊，搁有迄啃卫生纸的物件。啊，你搁有做啥物别较特别的物件吗？啊，有人都看到阮的物件花汤有兴趣，啊，就来叫阮做壳啊。啊，阮即摆壳啊做诚侪种，吼。啊，壳啊，阮拢哦强调吼，爱甲阮的花汤哦放入去壳啊内，因为咱这是中秋的啊，圆满，啊，阮内底个古钱，个圆满钱滚钱都是圆。刚才看到碗哎，我发现，你看这桶啊，会使看到迄内底的土啊。嘛会使看到这碗娘啦。对啊，哇，就有意义的呢。对啊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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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成咯！老师安尼对吗？对，哦，水。哇！想到你嘛是袂歹呢。做想要啉咖啡的，今日咖啡甲我捧来。哇！这回去要放咖啡啊、泡茶啦，对。你现在啉茶时，如果想到老师，哎呀，还有想到这个花汤的艺术。这我做的呢。对啊，无想到我摆嘛是欣赏。我嘛会使变做国宝呢。哎，这放在豆顶，啊，若是有日头甲照来嘛，就水的。对啊，你看即马这个天花有影，有影呢，对啊。樱花形出来。对啊，安尼有樱花嘛。哇！
无收到吼，老师佫会使甲这门汤的美学，啊，甲阮生活做结合，啊，变遮侪花样出来。门汤本身有足侪材质的啦，你嘛看个阿鲁米的铁仔的门啊、铁汤啊、哦，塑胶门汤啊。啊，毋过我感觉吼，茶门茶汤是上有温度的啦。你敢若摸到茶的茶门吼，迄温度就无共咯啦。啊，过来阮的变化，互人感觉讲，哎呦，这物件有点仔艺术，啊，佮有气味，茶佮有茶味，哦，啊，所以阮一直咧往这方向哦，一直发展，哦，要互欣赏，啊，佮哦，我都用的实际物件，啊，大家也有物件回汤炸转去，啊，佮放到厝内摆咧，佮有水，佮有味。而且这花汤的艺术拢是老师一手一手安尼用出来的。今仔真多谢老师教教这足侪美教的，互阮学到足侪代志。也欢喜你嘛，就欣赏这种物件。手工艺呢？我大概足期待这个时阵啊呢。我嘛是啊。啊，最近你毋是甲我讲恁搬厝啊是安那？对啊，我搬厝啊，所以阮某吼特别甲我交代讲吼，要伫阮兜便所做一个迄个土艺的门牌啊。哦，是啊。做甲迄落较趣味的啊，阮兜的囡仔看到土艺就伊就知影安怎去便所啦。哦。足古锥的安尼。因为我最近啊，我想要甲我的店做一个迄公休的牌啊。哦。放喺门骹口啊，拄啊好，你嘛会使做呢。你定定喺休困，拢无去上班嘛？啊，你小等莫停掉哦。对啊，无阮兜买趟嘛公休呢。老师你好，我叫卡洛。哦，您就是有预约来做马赛克的卡洛了。对啊，老师你好，我地杯。你好。哇，我看遮足侪花样的呢。对啊，我们遮真侪物件，看你们想要做啥物款的物件，会使家己拣。这好做马赛克砖对不？对，马赛克砖。这是镶嵌艺术。镶嵌艺术。对，这镶嵌艺术也是讲外国有迄个教堂无？迄个玻璃。迄嘛是镶嵌艺术，嘛是马赛克大奏会的，对，这就是由来。等于是讲是为国外传入来嘛？拢有嘛。我嘛会记得阮阿嬷较早因兜便所。啊，对。迄拢是这马赛克的。对啦，啊，搁有迄洗手的嘛是啊，拢是用这种态度啊。好，即摆恁就来拣一个底板，就来去做 DIY。哇，足侪态度的呢。对啊。哇。老师，阮要安怎开始哈？阮做这，甲阮浴室大墙壁共款，阮就敢若亲像头水师傅，阮的步骤拢共款，所以阮第一步我们先要来排看卖，你嘛会使摕这画看卖，先用笔。对，你有是要排字，就会使先画。先打草稿啦，对，先打草稿。老师，啊，这较细是要安怎用？这阮就会当摕这加刀，加泰鲁的，阮就加伊加刀有法度？有法度安尼加入，伊就会变一半哦。对，变一半。我会使试看卖。会使用一个开口比较大的地方。安尼。对，加一半就好。袂歹呢。敢会加真加，安尼变一半。对，啊，阮排看卖了后，阮就会使摕锅仔，甲黏落，对。爱用规面，还是一块一块打？看你要安怎打拢会使。结束了后，就会上来去烧芳。烧芳是啥物意思？烧芳就是甲你的芳，甲暗门头烧入去。用这粉啊，甲伊芳拢烧好水，安尼看起来较白啦。收好圆圆满满啦。对，安尼看起来较好看啦。对。啊，阮咧打的时阵，你的泰鲁甲泰鲁中央要留芳。嘿，是安尼看起来较水啊是。对，看起来较水。对。老师，
嘿啥喏？你会感觉吼，家己做的物件较水啦，甲迄工厂无共款。因为阮是介意甲亲子 DIY， 对，所以阮想要甲阮的做的这些物件拢传出去，互大家会当来遮快乐的做家己的作品，带转去厝内会当欢欢喜喜，会水水的安尼。我知影老师的意思啦，因为阮定定吼工课足无闲的，是啊。啊有时阵吼，阮需要慢落来，啊思考，啊是做一寡手工，迄心情会更较好。其实我咧做这个时阵啊，做这个本手的牌，我就开始想讲，阮兜迄个门的配色啊，啊，搁有一寡吼，比如讲，阮囝若看到这会足欢喜的迄表情。其实我感觉伫拼遮的马赛克的时阵，就迄个感受会走出来呢。就有迄个画面啊。对。而且你嘛会想到恁阿嬷因兜的本手的。对啊，就想到阮阿嬷较早来变数的时阵，食高水的。我袂乱讲啊，无啦，迄是一寡生活当中的记忆啦，对。对啦。这就是阮想要甲大家讲的迄个回忆记忆，对。其实吼，我头拄来打坐，因为我拄开始想讲，这爱念咒会，啊，结果老师讲啊，这爱有一个芳，啊，打的时阵就想讲，其实甲阮生活中共款，就是爱甲迄时间甲空间留一个芳，啊有休困的感觉，所以我头拄来做这，感觉有一个芳，感觉搁较好看。对啦，就是人生莫过了伤满啦，其实有时阵留一寡芳吼，会使喘开一下。老师，我是会使甲中的人生念，对，会使。爱用足济吗？还是一书啊就好？拄好就好。拄啊好就好。是抹咧这太鲁顶管，还是抹咧这？拢会使。哦，拢会使吼。感觉我做这真紧张呢。啥呐？因为我做物件拢想要家己做足水的。但是你若是愈坚持，你就会愈紧张，所以应该要放较轻松。因为你有时阵。就是想讲要做足水，要做足水，迄压力就会足大。对啊。其实安尼对创作较无好啦。有时阵好的创作，就是爱伫上放松的时阵。对，心情爱上好，安尼做出来物件才水。老师，啊你做偌久啊？做偌久哦？今年拄好20年对。哦。 20年。啊你这20年有发生过啥物人客来做这啊有较趣味的代志，还是有迄较，互你印象较深的啦。有啊有人是来的时阵是情侣，嘿，来遮做完这马赛克了后，过来的时阵就是翁仔某啊，哇，对，翁仔某了后过来就带囡仔来啊，哇，我听这故事听了就感动的呢，我起鸡母皮啊。对，所以伊甲伊的作品带转去厝内了后，就有一个回忆，看到就是要来遮坐。听头家讲这个故事，就敢若吼，咱即马当咧斗这马赛克砖共款，有一寡人是来遮斗马赛克砖，结果吼，颠倒甲人生的这个图斗出来啊，对，斗互完整啊。啊，你会使搁带你某来斗，啊，搁斗一个查某囝出来嘛袂歹。嘿啊，先经过伊的同意。弟妹，你看我这，你感觉配了有水无？哦，足好看的呢。我感觉你这胶色配了有好。对啊，想，我就想讲，安尼配敢若真古锥的，搁有冬天的感觉，啊，搁足光的。老师，我就好奇，因为有时阵有一寡人伊袂晓配色。你讲我？有一寡人袂晓配色。嘿，就是我。有啥物美感，还是有啥物会使甲阮分享的无？就是迄个色系的问题，就是有参像阮桌上阮放的颜色拢是有讲究的，就是比如说拿是蓝色，拿色的，我们就是有放很多不同的层次，为青甲浅啊，对啦。就是讲你今仔日想要搭较浅的，还是搭较轻的颜色，对，那我们就可以去不同的配色。你若全部拢搭同一个颜色，就看起来较无聊。啊，你若是安尼有深有浅，安尼较有层次啦。对。你看，哇，好看好看。啊，你会摕出来看卖啊？好，欢迎来阮家本所。哇，嘿，你拢真有天分哦。对啊。哇，水呢。谢谢哦。啊，老师扫落来，阮要创啥？阮来摕去甲鼓仔最好搭。
哇，搭总算是搭。老师，啊，阮今麦是要来收胖啊，对无？对，我们今天就要来收胖。啊，毋过老师，阮头拄仔行过来了，发现你遮除了吼做这种平面的，啊，还有这种立体的呢。对啊，哦，叫看卫生纸的。啊，还有这椅啊呢，哇，椅啊嘛会使做，啊后壁还有一寡灰啊。回甘啊。对，不管是啥物物件拢会使打马赛克。我有时阵行喺路的啊，我有看迄壁有只大片的迄马赛克，啊，这嘛是一块一块搭吗？哦，毋是，迄个就毋是一块一块打，迄是一片一片，人伫咧工厂先用亲像这雕，哦。迄摕这个网材，搁把它贴成这样。啊，毋过阮头拄仔做这就差不多2点钟啊，啊，这一片是要安怎用？哦，这我会当甲恁讲要安怎做，好我做一遍互你看。这就敢若古早时阵迄正价的感觉，就穿咧身躯顶安尼啊。阮这就是古早的工具，对这是模型吗？对，无啊，一块一块壳吗？哦，毋是，阮就会使安尼，这是让它不会跑出来。阮妈妈细汉时阵会去跟我的阿嬷去做一个做一片三毛，哇，对，三毛啊，一片爱偌久啊？就安尼把它倒进去，嘿，哦，它摕起来有哦，有就会使啊。哦，哦，安尼比较伊就会落到空内底。哎，安尼紧足济呢，有够紧的啦。啊，毋过有一寡是正面，啊，有一寡是倒面的，对，阮等一下要啊，甲伊爱并过来搁并一。届啊。对，哦，搁用手工搁并一下。安尼比你家己一粒排较紧啊。哦，对，安尼差不多5秒吧，对无？啊，这是伊的挂是无？对，就是甲砍落看。无？甲缀掉的啊。好，嘿啊，阮重点来啊，啊，哦，摕起来，我就紧张呢。并来直接砰，要摇一个，嘿，可以甲下骹。嘿，落个下骹，讲一个方向，对，哦，搁并过来。哇，颠倒变就会变啥款？真正咧做豆腐共款的吼。哇，看起来就好食呢。对，这就是古早的做法，即摆拢是机器啊。哎，你看就真济呢。对啊，其实摆了就好的呢。哇，老师啊，这个无啊经过3代啊，恁阿嬷啊，恁妈妈啊，还有你对啊，对啊，啊，差不多50年吗？应该超过了。超过。超过啊呢，我看者，哎，这其实吼，足稳的呢。对啊。其实嘛，拢无歹去啊，拢稳达达啊。好啦，安尼咱开始来收芳啦。好，咱收芳就是，这就是红门头。红门头即摆人讲水泥嘛，有讲红门头。这真正是外口起厝迄种嘛，是有改良的。就同款，同款的。就是填缝泥。老师，这加水是爱加偌济？就差不多3:1，水泥、红门头沙、水一对。哎，就是安尼啦，被拉落来啦。哎，所以有时阵我看你后壁嘛卖迄一包一包，你嘛是会夹好囡仔回去做。对啊对啊，大家当早登去嘛会使甲自己的浴室哎，甲补补。哦，嘛是袂歹这呢。包好呢。真正有人来买泰鲁登去家己打。因为厝的有时阵定定落擦啊伤湿，哎，就用这泰鲁布就会使。对。哦，放在生活当中。后一步阮要来。对，阮摕即个刮板，阮甲即个红门头挖起来，甲即个红门头甲锁入去。哦，爱出力吗？淡薄啊，嘿，轻轻的，会当试看觅。好，我来等一下试看觅。等一下，你拢填完了后，我就会使摕即个海绵，吼，咱一个水，莫伤重，吼，甲试好清气。你试一摆会记咧去换一面哦换一面，吼，安尼为什么要换面呢？因为你同一面去一直安尼换，会愈来愈无清气，对，愈来愈垃圾啦。对，愈来愈垃圾。你就甲伊试清气就好啊。其实足趣味的。哇，我头拄仔咧做拢看袂出来，我迄字是写啥物字啊？即摆足清楚的呢。对啊。对啊。因为捌水了更较明显。对啊。好啊，安尼咱时仔差不多啊，是毋是嘛是爱摕去电风甲吹好打？哦，免，阮这补完红门头了后，毋免吹好打，伊伤紧去打，伊会裂开。会裂开哦。会裂开。哦，
是啊，啊无要安怎好打？啊就安尼加啃的就好啊。放喺室内就会使啊。对，安尼就完成啊。是哦，啊伊偌久会打？差不多2礼拜。明仔载就完全打。明仔载完全打。 2点钟了后就一打。因为我顶悬阁有一寡吼，糊灰灰。迄袂要紧，迄你明仔载进前搁加试试就好啊。哦，好。我嘛差不多啊呢。好看呢，这会使卖啊呢。老师，我头拄咧做，我有足好奇的，人客来做这嘛。啊，你想要互人客有啥物美感的体验？阮想要互人客美感，其实足简单，就像阮人生中有足侪部分，啊，阮想要甲借由这个作品，让大家豆豆仔把它拼凑起来，就参像阮这个马赛克一块一块甲斗起来，就是你完整的人生，这就是阮想要带互人大家幸福、大家美感、大家快乐。你伫讲这个时阵，我有一个画面，就是有一对母仔囝感情无好，但是因为来恁遮做这个代志了后，2个人感情好啊，就参像迄人生拢斗起来，感觉。今仔来做这，哇！你看，我感觉今仔心情应该是足好的。对啊，你啊等去上班，随甲这挂起来，你搁休困一工。闭上了的那飞走。